嗨，你好，我係一位研究玄學同埋靈魂學多年嘅人。法力不敵神通，神通不敵業力，業力不敵願力。就算擁有全宇宙最厲害嘅超能力，依然有4件事做唔到。第一，因果唔可以代人承受，業力不離因果。你肚餓，冇人可以幫你食飯，心念不正，先要自己肯去改。同樣道理，你種落嘅因就唯有自己去承受個果。就算係至親骨肉，佢做下嘅業，你半分都代替唔到。因果係世間最公道嘅賬簿，唔相信因果嘅人，到頭來只會藏喺自己掘嘅坑裏邊。旁人就算伸手拉一把，遞過去嘅唔係救命繩，只會令佢越陷越深，墮入幻象之中。第二，智慧唔可以強行贈予。一個人未曾喺黑暗入邊痛哭過，你同佢講再多嘅道理都冇用。智慧唔係單靠學翻嚟嘅，係經歷過痛苦，捱過無數嘅難關，撞過牆壁，走投無路嗰陣，先至頓悟出嚟。你想直接將智慧塞俾人，就好似將鮮花插喺枯樹枝上面，樹根未有生機，開出嚟嘅花都只係虛假。第三，真義大道唔可以用言語去講盡。宇宙嘅真相唔係喺經文之中，亦唔係靠口舌去宣揚，只係存在喺語言無法觸及嘅境界。你越急住想話俾人知，旁人就只會覺得你講大話。心門緊閉嘅人，你朗讀再多嘅經典，佢聽到嘅都只係雜音。你再盡力釋放光芒，佢只會覺得刺眼難受。第四，無緣嘅人唔可以強行點化，就好似春風未到，枯木就唔會自行發芽。緣分未到，你執意去點化對方，呢啲唔係慈悲，而係打擾。每個人都有自己要走嘅路，要過嘅關，要撞嘅牆。你要容許佢哋任性荒唐，容許佢哋喺泥濘之中掙扎多一陣。呢啲唔係冷漠，而係對他人生命最深嘅尊重。業力不敵願力，要相信每個人本身都具有自救本性，佢執迷不悟，只係時機未到。所以個人內心堅定嘅善願同埋志向，可以稀釋或者超越業力嘅束縛，轉化命運。你唯一要做嘅就係看清本心，放棄執着，修煉好自己，敢於為自己行出新嘅一步，咁先至係為自己人生活出光，將心中嗰盞燈點得更光更亮。安定內心，踏實過好每一日。足夠經歷嘅人，自然會追隨光明而來。佢哋唔係俾你點化，而係俾自己內心嘅向往所醒覺。